南清镇呢，第一个温泉是比较丰富的，我们总共有4个第二温泉带，出水温度是达到86.5度，含有偏硅酸的一个温泉，对人的一个身体的一种关节及它的那种类风湿啊，达到一个治疗的目的。南清这个温泉是很受我们大湾区的一些客人的喜爱。我们西溪湿地温泉客源85%来自于大湾区，其中以广州、佛山为主。广州每天都有大巴车发往我们酒店，然后怀集的高铁站，包括我们鹤州的动车站都有班车直达我们景区。对比广东的其他温泉呢，我们这里的温泉资源很好，是纯天然、原生態的自然生態環境。其實我哋今次係第2次過嚟㗎啦，覺得佢溫泉嘅品種幾多，然後嗰個環境好舒服。我哋第一次嚟咧就係喺朋友圈嗰度嗰啲同事嚟過嘅，然後咧就上網搜下咯，覺得環境好靚。嚟咗一次之後就覺得未玩夠，想再嚟多次。我哋嚟咗幾次啦，覺得呢度好好玩啊！空氣又好啦，服務態度又好好嘅，大約半年或者幾個月嚟一次。